大家好，經常有居民向工會反映，本澳存在住非法工作或者過界工作嘅問題，影響本地居民嘅就業權益，希望政府可以加強打擊嘅。而近期勞工局回覆我嘅質詢時候提到2025年總共進行咗683次嘅巡查，當中涉及非法工作嘅行政處罰有668人次，亦都有300幾個僱主係被處罰嘅。而警方總共將79名涉嫌僱用黑工嘅僱主移交檢察院處理。現時唔單止係建築裝修或者司機等等嘅行業有黑工，近年政府亦都揭發咗會展、演唱會、旅遊攝影或者化妝服務，以至導遊等等都有非法工作嘅情況嘅。而隨住網絡平台嘅普及，部分嘅非法工作更加會轉向線上招攬，增加咗執法嘅難度。政府亦都表示，近期採取多輪嘅聯合行動去打擊非法工作，並且會宣傳舉報熱線，主動監測網絡嘅資訊。呢種做法係值得肯定嘅。而我亦都期望政府繼續加強去巡查執法，主動打擊黑工同埋過界工作，並且要積極去跟進居民嘅舉報個案，落實主動監察網絡平台嘅資訊。同時亦都要多渠道去加強宣傳，喺澳門如果請黑工有個相應刑責同埋處罰嘅。此外亦都希望政府積極推動修法工作，提高我哋違法嘅處罰金額，亦都要加強執行廢止聘用許可等等嘅附加處罰，去增加個阻嚇力。你身邊有冇發現到一啲懷疑非法同埋過界工作嘅情況呢？歡迎留言俾我哋知道㗎。